现代台语版圣经以斯拉记第10章。以斯拉祈祷认罪啼哭，趴伫上帝圣殿头前的时，有一大阵以色列的男女甲囡仔聚集来伊遐，因拢哭甲真伤心。以兰的后代亚歇的囝示迦年对以斯拉讲：阮对咱的上帝无忠实，因为阮娶即所在外族的女子做某。虽然是安尼，以色列人犹旧有仰望。现在，咱着甲咱的上帝立约，照你甲遐个行为上帝的诫命的人所决定，照律法，将这个某甲因所生的儿女拢赶出去。着采取行动，这是你应该做的事。阮要支持你，你着勇敢去做。以斯拉就随时互祭司的领袖、甲利未人以及以色列众人宣誓，要照这话去做，因就安尼宣誓。以斯拉对上帝圣殿的头前起来，入去以利亚实的囝约翰兰的厝，住伫遐，无食无啉，为着流放倒来对上帝无忠实的人哀伤。因伫耶路撒冷甲犹太全地宣布，命令流放倒来的人拢着来耶路撒冷聚集。若有人无顺趁遐个首领甲长老的命令，3日内无来，就要没收因的财产，将因对流放倒来的人的团体革出。犹太甲便雅悯这两支族的人，就伫3日内拢来耶路撒冷聚集。迄日是9月20，众人拢坐伫上帝圣殿头前的广场，为着这个事，搁因为落大雨，拢义带。祭司以斯拉起来，甲因讲：恁对上帝无忠实，娶外邦的女子做某，加添以色列人的罪。担着向上主恁列祖的上帝认罪，遵行伊的旨意，甲在地的人民以外族的女子隔离。会众拢大声应讲：阮一定要照你所讲的去做。毋过人真多，搁拄着大雨，阮无法度一直徛伫外面。搁这嘛毋是一日两日会当解决的代志，因为阮所犯的罪真严重。请咱的领袖代表全体会众留伫遮，咱逐个城所有娶外邦女子做某的人，着照指定的时间，甲迄个城的长老以及审判官做伙来，办理这个事，直到咱的上帝收回对咱的受气。毋过亚撒铁的囝约拿单、得我的囝亚哈谢反对这个决定，因嘛得到米斯兰甲利未人沙比泰的支持。对流放的地倒来的人，照以斯拉的话去做。祭司以斯拉就对族长的中间指派一寡人，登记因的名，对10月初1开始调查这个事。到正月初1，所有娶外族女子的人的名才调查清楚。伫祭司的后代查出有娶外族女子的人，就是约瑟达的囝耶稣亚，甲伊的兄弟马西亚、以利以谢、雅利甲基代利。因立誓要离因的某，因为因有犯罪，就显一只绵犅赎因的罪。因妹的后代有
哈纳尼甲西巴蒂亚。赫人的后代有马西亚、以利亚、示玛雅、亚赫甲乌西亚。巴西互尼的后代有以利约乃、马西亚、以实玛利、纳坦业、约撒伯甲以利亚撒。利未人的中间有约撒伯、示每、基拉雅就是基利他、比他希雅、犹大甲以利以谢。负责唱歌的人的中间有以利亚实，圣殿守卫的中间有沙龙、提连甲乌利。以色列人巴勒的后代中有拿米、亚西亚、马基亚、米亚民、以利亚撒、马基亚甲比拿亚。以兰的后代中有马他尼、撒加利亚、亚赫、阿伯底、亚利摩甲以利亚。撒土的后代中有以利约乃、以利亚实、马他尼、亚利摩、撒伯甲阿西撒。比拜的后代中有约合兰、哈纳尼亚、撒拜甲阿力。巴尼的后代中有米苏兰、马洛、阿代亚、亚述、示압甲亚利摩。巴哈摩押的后代中有阿底那、基拉、比那雅、马西亚、马他尼、比撒列、宾雷甲马拿西。赫人的后代中有以利以谢、以实雅、马基雅、示玛雅、西面。便雅悯、马洛甲示玛利亚。合顺的后代中有马定乃、马达他、撒伯、以利法列、亚利麦、马拉西甲示每。巴尼的后代中有马代、暗兰、乌益。比那雅、比底雅、基洛、瓦尼雅、米利末、以利亚实。马他尼、马定乃甲亚瑟。宾雷的后代中有示每、示利米雅、拿单、阿代雅。马那底拜、沙塞、沙奈。阿撒列、示利米雅、示玛利亚。沙龙、阿玛利亚甲约瑟。尼坡的后代中有亚利、马他提雅、撒伯、西比那、雅代、约尼、比那雅。这人拢娶外族的女子做某，其中嘛有人对这个女子生囝查某囝。